好啦，咁首先介紹自己先啦。我係 Compass 嘅 Judy 先啦，喺度住咗6年。我哋係2020年嘅時候咧，喺紐約搬嚟加州嘅。咁我喺香港長大，喺浸會大學畢業。其實住咗喺美國都超過20年。咁喺加州之前咧，喺紐約係住咗14年嘅。咁搬嚟加州呢個決定其實都掙扎咗好耐，因為首先我唔了解加州啦，亦都唔知道呢一個其實唔識嘅，其實係唔識加州嘅，亦都唔知道點樣揀應該去邊嘅。所以喺嗰一個過程喺紐約，由紐約遙距咁樣喺加州揾屋咧係特別難嘅，因為首先唔識，亦都唔知道呢度嘅屋有啲乜嘢揀。咁當時我哋點樣去揾 La Miranda 呢個地方咧？咁第一就係因為我先生嘅細佬啊，屋企都係喺呢度，所以其實搬去加州 Bay Area 係決定咗嘅，但係就未諗到應該住喺邊一個地方啊，邊一個小鎮咁樣。但係佢嘅公司咧就喺 San Francisco Downtown Barcadero，所以我哋第一件事就係喺嗰10年研究嘅時候咧，其實好重要嘅係交通方便啦，學校要好啦，要係 single family home 啦，大平層有花園，屋要夠大。咁其實一開頭睇嘅時候咧，係成個 Bay Area 都有睇嘅，由 South Bay、Cupertino、Sunnyvale 開始啦，到Danville 啦、Alamo 啦，一路睇到東灣 La Miranda。係啦，咁點解會揀到 La Miranda 依個地方咧？其實 La Miranda 咧係喺東灣，即係成個 Bay Area 係一個 O shape 咁樣。咁 La Miranda 係東灣喺 Berkeley 嘅外面。如果你由三藩市揸車嘅話咧，大概40分鐘車程。依度有火車站，有2個 BART 站嘅，係 Orinda 同 Lafayette。如果搭 BART 嘅話咧，就大概30分鐘路程。咁我哋揾依個地方，其實第一就係去三藩市要方便啦，第二就係學校要好，咁同埋價錢亦都要係合理嘅。喺加州嚟講係合理嘅，就係150至200萬美金左右，係真係好似好貴，但係喺加州就係咁嘅價錢。咁佢依度嘅性價比其實比較高，咁係我哋揀 La Miranda 嘅原因。